表下新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关心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。刚刚喺下晝2點嘅時間呢，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有公布嘅，近期關於中央新增加17例嘅確診個案，其中有15例係對境外泄露來嘅，有2個係本土感染個案。不過呢，廿2個本土感染個案呢，先前都同對境外泄露來嘅一度接觸者有接觸個。故事呢，夾到係有關係呢，喺度聽下指揮中心帶來嘅說明。有2例的本土案例，不過這2例的本土案例246、247都是境外移入個案的接觸者，其中案246為60多歲的男性，為案209從美國境外移入的同住的家人。那因為是接觸者所以他有症狀，經採檢之後確診。那247為40多歲的女性，為案228荷蘭移入的同住的家人，於3月23號發病，經就醫採檢通報後確診。韓國有幾件各位同규모參加指揮中心記者會嘅台體醫生仲松順，佢認證講先前加拉嘅地方疫期間出國，見受到批評到，近邊呢有再個有列些亞重嘅指揮中心記者會嘅，因為呢仲松順佢係帶來嘅一份關於武漢肺炎疫情嘅分析報告，嘅一份報告啲對內容呢就有關喺台灣疫情呢從係基本嘅資料啊、細緻韓國有分布嘅情形，也都有相關資料。佢咪表示講呢，台灣疫情其實係後生人比老人家還要多嘅，也同國際疫情大部分係老人家太多嘅，較多嘅表現係無埋相用哦。韓國有一下大家先關心，就係講嘅武漢肺炎到底係用嚟治療呢？仲相信就講到一下台灣同啲同國際來合作，也種還多水地師傅的藥嘅同啲台灣進行臨床試驗。韓國有一部嘅美見有人講，嘅一種還多困難嘅藥嘅沒有治療效果。嘅指揮中心沒有修正相關的指引，講一啲臨床的醫生就得參考本片人來用。之前跟大家報告的就是這瑞德西佛這個藥物，那現在我們是正式進到臨床試驗當中。那台灣在北中南各有一家醫院哦，因為跟這個公司協商的關係，那這個公司現在也要面臨着全球那麼多國家都需要使用這個藥物，也更多的國家希望加入臨床試驗，所以我們在台灣就他們只能接受我們有3家醫院來加入臨床試驗，分別在北中南。那目前我們已經有3個個案進到使用到這個瑞德西佛這個藥物的臨床試驗。也呢，聽中國官方嘅片講，啲湖北韓國有武漢嘅疫情已經漸漸嘅放下來嘅，有同多年啲討論講，對疫情發生到今，韓流啲湖北嘅台灣人到台灣用嘅時候，而家到呢到台灣用時將咗嚟轉到台灣鴉片來咯。嘅指揮中心家下咪正式宣布嘅，就係講啲廿幾年政府經過陸委會同海協會來討論交通大峽過後呢，啲下個禮拜2到下個禮拜1也期間嘅半夜，發行會派出2台兵機去到湖北，留幾片嘅台灣人接進來。到近邊為止呢，已經總共有超過443人來登記哦。佢哋呢都同希望佢哋做得更加轉到台灣鴉片來。你講呢高上有信息，請假都係下個禮拜1嘅時節，佢哋呢就做得轉到台灣鴉片來嘅。唔過指揮中心係呢強調，佢哋對轉到台灣過後，係台灣配合台灣嘅防疫政策為隔離韓國有檢疫為14日。以上呢就為整理有關疫情嘅情形消息，嘅有關疫情嘅情形發展，會繼續同來掌握。